喺一個富裕嘅城市入面，有一架好靚嘅車，俾人棄置喺街上已經好幾日。但係過咗幾日，咩事都冇發生。於是研究小組打爛咗其中一隻車窗，由嗰日開始就接連發生奇怪嘅事，昂貴嘅飾品開始消失，連車轆同零件都俾人拆走咗，最後得返個車框。佢哋發現咗呢種奇怪嘅現象，喺打爛玻璃窗、犯下呢種睇落唔起眼嘅罪行之後，人就會開始肆無忌憚咁犯罪。撒旦魔鬼都係由唔起眼嘅地方開始破壞上帝嘅律例、典章同法度。星期六都好，星期日都好，有咩分別呢？大家逐漸覺得唔遵守上帝嘅律法係好正常嘅事。